为振兴饭店业者以及推广台南白油，市府邀集台南6间知名饭店推出以白油立菜飨宴，分别是台南精英酒店蜜椒白柚和牛卷、台南香格里拉白柚乌龙冷泡茶、白柚海鲜鲜蔬沙拉、大园皇冠酒店柚香凉拌宜兰鸭赏、柚香熏鲑鱼沙拉、柚香香料烤鸡腿、台南老爷行旅香橙白柚雪酪、法式香煎樱桃鸭、台藤中英酒店柚风德林佐西柚酱、台南复兴大饭店香柚炖南排定14道经典的白柚料理。香柚包生炖南排是一道一般我们家庭主妇啦，都可以随手入菜的一道清爽而又解腻的饭后的汤品。其实餐点有时候不需要太频繁的复杂的做法，而只是用天然的食材跟搭配上天然的果实来去做这道料理。用新鲜用在地的台南的鱼肉，搭配我们的白柚，整个用自然的风味把它组合呈现，然后再搭配我们鲜嫩的白柚肉，然后再搭上我们的在台南在地的苦茶油。还有一些坚果，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呢，让它衬托出那个新鲜的口感。运用这个白柚，那我们用鸭胸宜兰的樱桃鸭，那搭配鸭骨肉汁，那鸭骨肉汁加上这个白柚的白柚汁跟白柚的果肉下去一起熬制。当季那个大白柚包在那个和牛里面，稍微煎一下，然后加上黑胡椒跟蜂蜜。调汁就这样子就行了。市长黄伟泰也特别出席今日的记者会，除了协助农民行销，也替6间饭店白柚响宴赞声。继文旦之后，台南市文旦的最大产地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大白柚也是全国最大的产地。文旦跟大白柚看起来一样，但是口感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我想很多大白柚值得大家来这个品尝，但是以前文旦看到的是这个当水果比较多，大白柚看到的也是当水果，过去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台南一流的主厨能够把大白柚转化成为入菜，那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增加更多好朋友对于大白柚的认识、了解，进而喜爱它。我们期待各位好朋友来欣赏、品尝，来我们台南市这6家大饭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品尝到最优质的大白柚料理。市府农业局表示，台南的白柚产量稳定，品质好，风味佳，真侪消费者一食就变主顾。每当一到盛产期，就开始准备要来抢买。欢迎市民大众多多采购台南优质白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